州定区菜寮溪今年接连出土的珍贵化石，包含猛犸象、剑齿象、古鹿甲口鱼等大型动物遗骸，以及贝类、珊瑚、鱼类等海洋生物化石，成为研究台湾第一演化重要线索。台湾化石收藏第一人王良杰老师，这次受议员李启伟以及前议员李文静的邀请，伫台南市议会展示伊的化石收藏，透过化石讲述台湾的故事。我们南部是很重要的一个，讲说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化石出土处。也是包括地质，很多的日本学者或者是美国的学者，他们都会来我们这边来做很多的研究跟专题的论文发表。所以说我们这边是南部最重要的，也是台湾最重要的化石出土处。今天就是那个文政议员跟许维议员他们邀约，所以说我就过来这边。最主要是说给我们南部这边的，或者是全台湾的民众知道说，我们南部这边是很重要的化石出土处。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王良杰老师来到我们市议会跟咱的乡亲朋友分享他长久以来的一个研究还有他的一些收藏这个今天他也实际带来一些这些珍贵的一些化石尤其像老师也现在有拿的这种爬虫类的这平常时这咱有较少去看到啦对。像在台南其实早前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些的一些足迹这为化石历史上来推算推断这拢会当更较清楚了解到咱台南的一寡历史文化王良杰讲，伊投入化石研究甲收藏已经超过30多档，至今收藏了超过15万件化石，规间厝内全部拢是伊的收藏，连房间内底也放满伊的化石。这化石见证了台湾数百年来地形甲环境转变，堪称台湾第一演化活教材。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